下來繼續來看雲林島南的六幫馬紅壇，昨日舉辦着進香的活動，各地宮廟攏來進香，熱烈滾滾。但是煞有不淑的男子，伸出着豬高手，共偷摸女舞者的尻川被。互人想袂到的是，這個涉嫌偷摸的男子，竟然是台南一分局一個警員。講這已經唔是伊第一屆涉嫌性騷擾了。穿藍色衫的男子紅斷那個殺開，伊紅掠着甲女舞者偷摸，現場的民眾叫伊回失禮，嚴過伊個咧硬拗。女舞者真驚狂，徛佇邊仔，因為當時姓周的男子趁伊無注意，甲伊卡來手來偷摸伊的尻川被，紅掠包後佫唔承認。現場的民眾看袂落，替女子討公道。代志就發生佇雲林島南鎮，昨日六幫馬紅壇，各地宮廟來進香，姓周的男子也來看鬧熱。監視器翕到，當時一灘廟裡人潮真多，看到女舞者行過來，到對佇人的尻川後，共偷摸尻川。女舞者行一個，緊找現場的民眾鬥相共。手협真啊，去人摸啦，工會就失禮就好啊。你用拍算拄好。事後發現，這個姓周的男子是台南第一分局警備隊的警員，做警察做30多年，有未少成績。112年，伊就捌用言語加敲電話來報案的定情人性暗示，去互市警局記一記大過處分。如今，已經這個警察局也主動介入調查。若涉不法，定從嚴就辦，絕不姑息，並列汰除對象。紅偷摸的女舞者，事後對姓周的男子提出刑事告訴。台南市警察局也強調，男子的行為已經嚴重傷害到警察的形象，將會當場處罰，未輕輕放過。